大家好，Steve Chow S 級金融，今日跟大家講嘅係咧，比黃金更稀缺，未來10年啊最值得普通人咧係關注嘅財富密碼。咁其實咧就喺呢6種嘅戰略金屬裏邊嘅。咁我首先想問一問大家一個問題咧，就係大家每日用嘅手機啊、開嘅電動車啊、安裝響屋頂上面嘅光伏板啊，大家有冇諗過呢？呢啲睇嚟好似普通嘅消費品嘅背後啊，其實係蘊藏着咧係比黃金啊更稀缺、更有價值嘅財富密碼呢。咁大多數人呢，只係咧會睇住黃金啊、白銀啊，但係完全咧忽視咗一個更深層、更關鍵嘅財富嘅邏輯啊，係咧靜靜地咁形成。今日我哋就係講講未來嗰10年呢，真正值得每一個普通人咧認真關注嘅財富嘅方向啦。之前我哋講過啦，當個大市出現會有呢個金銀嘅風暴啊，或者呢啲咧，其中一個咧就會買黃金啊同埋啲貴金屬噶。咁我哋首先咧就睇下呢組嘅數據啦。資本市場咧已經咧開始咧聞到味啦。今年嘅銅價咧一度咧係升破過每噸咧1.1萬美元嘅，創立咧歷史高位。咁啊，碳酸鋰咧價格咧就狂升啦。咁啊，係鋰礦板塊咧係有12隻嘅股咧係升個價錢咧係升過翻倍嘅。咁啊，工信部嘅8大部門咧聯合發表呢個嘅國家級嘅戰略部署正式嘅落地啦。呢個唔係普通嘅市場波動嚟嘅，呢個係國家已經將呢6種嘅金屬咧正式係提升到咧係戰略安全最高級別嘅明確信號啊！目標亦都好清晰嘅，到2026年咧，有色金屬行業咧增加嘅值咧平均增長係5%，再生嘅金屬嘅產量咧突破咧2000萬噸。咁啊，銅啊、鋁啊、鋰啊資源咧開發咧就全部咧係全面嘅提速嘅。點解偏偏係呢6種嘅金屬咧，又唔係第二隻咧咁啊？其實銅同鋁啊係工業嘅糧食，或者係我哋當為佢哋係工業嘅油鹽啊。電網啊、建築啊、交通啊，冇一樣咧係唔係離開得呢個銅同鋁嘅。如果係佢離開咧，就基本上冇辦法去生產或者係運轉嘅。更關鍵嘅就係咧，傳統嘅燃油車咧用個銅咧係約大概23公斤嘅。咁啊，電動車嗰個銅咧係超過咧80公斤嘅，足足咧係翻倍咧，係近4倍嘅。跟住電動車全面普及咧，銅嘅需求啊係會以幾何級數咁樣去攀升嘅。鋰啊、鎳啊、鈷啊，呢啲係動力電池嗰個靈魂3套件啦。少咗任何一種咧，就冇辦法咧有一部嘅新能源車啦，能夠咧係真係咧係響街上走噶啦。呢3種嘅金屬啊，係整個新能源時代最唔可以替代嘅核心原材料。石咧喺數字化嘅時代嘅隱形功臣啦。咁點解咧？就因為所有嘅半導體啊、光伏組件啊、焊接嘅材料咧，全部都唔離開得石。咁大家知道有石線啦、石條啦，呢啲做焊接用噶嘛。數字化資產咧越嚟越發達，石咧就越嚟越咧唔可以代替啦。咁中國有冇呢啲咁嘅資源咧？咁啊答案咧使人咧係吃驚嘅。原來咧中國咧係全球最大有色金屬嘅消費國喎。咁啊銅嘅消費量咧佔咗咧全球1半以上，但係70%咧係依賴咧進口嘅。鈷啊、鎳啊呢啲咧對外嘅依靠度咧係高達到90%嘅。主要嘅礦能源咧就喺印尼啊、剛果啊呢啲咁嘅高風險地區。優質嘅鋰咧礦咧大部分咧都係分佈喺南美同埋澳洲嘅。
正因為如此啊，國家嘅政策特別係強調咧，唔只要從地下去揾礦，仲要喺廢嘅舊電池啊、廢嘅舊光伏板啊裏邊咧係淘金。咁啊，城市呢個咧就變成一個城市嘅礦山啦。咁啊，下一個咧億萬級嘅財富嘅機遇啦。呢組數據啊，就使到大家認清楚咧，就話回收1噸嘅電池咧，就等於咧開採30噸嘅原礦。咁可以提取嘅係鋰咧，鎳咧，鈷咧200至30公斤啊，到咧係2030年咧，係中國將會超過咧350萬噸嘅動力電池咧，面臨係退役嘅。咁呢啲係廢品咧，就變成咧係咧一座座嘅城市嘅礦山啦。邊個能夠將啲有高效咁利用呢啲嘅廢嘅回收品咧？呢一座座嘅礦山咧，就能夠掌握咗下一個10年嘅財富密碼啦。因為大家可以睇到個數據咧，就係你去回收1噸嘅電池咧，好比過咧你去開採30噸嘅原礦嘅成本。呢個背後咧釋放咗2個好清晰嘅信號嘅。第一個就係資源，即係國力啦。邊個掌握咗關鍵嘅金屬咧？邊個咧就能夠喺新能源啊、半導體啊或者未來嘅產業裏邊咧佔據咧係主動啦。第二咧就係循環利用咧，將會成為咧下一個時代最大嘅產業嘅機遇啊！呢6種金屬嘅需求啊，曲線正係咧持續上升嘅，比供應端咧卻係咧受到呢個嘅採礦嘅週期啊、呢個環保政策啊同埋地緣政治咧重重咧係制約嘅，供不應求個缺口咧逐漸擴大啦，價格上漲個趨勢咧就會越嚟咧越強啦。咁我哋作一個結論咧，就話黃金同白銀依然咧係值得關注嘅，但係未來嗰10年咧最值得深度研究嘅財富邏輯咧，或者咧就係呢6種戰略稀缺嘅金屬裏邊啦。新能源時代嘅財富密碼咧唔係喺股市，唔係喺呢個樓市裏邊做博弈，而係咧係嗰啲支撐整個文明運轉，卻係咧被大部分嘅人咧忽略嘅稀缺嘅資源裏邊啦。睇懂呢個趨勢咧，只能夠真正理解未來嗰10年嘅財富流向嘅真正方向啦。今日節目到此為止啦。如果大家有咩疑問呢，或者有咩提問呢，就歡迎大家喺 Steve Chow S 級金融下面咧留言嘅。咁喺呢度咧，就請大家支持訂閱呢個 Steve Chow S 級金融嘅頻道啦。大家嘅訂閱、點讚咧、留言咧、點廣告咧，可以使到咧係 YouTube 咧更加將 Steve Chow S 級金融咧係廣大嘅傳播嘅。所以呢度咧需要大家嘅幫助。最重要咧係分享俾其他嘅朋友知道咧，有 Steve Chow S 級金融呢個頻道咧。咁今日到呢個節目到此為止咧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